南投县政府啊，结合了原民的工艺、农业、美食的力量啊，打造一个乐园，今仔日正式开幕啊！这邀请真侪部落的品牌来进驻，而举办了原风舞台来表演，甲风流水式的演习，展现了南投原乡文化多元的风貌甲热情的活力。 布农族北部发展计划希望原之后北部乐园会当将做连接原住民文化和原工产业的重要平台。副馆长王水桥和主持贵宾同齐由红彩带宣布北部乐园正式开幕。将来我们的台湾好行的交通啊，会把这些点都连接在一起，把游客带进来。 原之后规划两大主题区，集结各部落文创品牌、手工艺品和农特产品，也提供游客休闲所在和导览的服务。希望它能够不仅仅只是提升原住民经济产业，另外就是希望能够更加的带动我们原住民的青年能够返乡。原之后北部乐园的启用，能串联原民文化和原工产业，也为南投加一个趣味好耍的所在。 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